收看今日福喜来个节目，今日是半夜版哦，除了卫生哦，乡亲们来讲半夜版快乐。不过讲到半夜版，是大家还没有休息到动到个你讲嘅发病啊，然后是动到个东西啊，吼，还有伤心动动你袂想利用两个来培养了掉，所以肠胃会顾到哦，所以今日大家来分享一下肠胃嘅问题哦。向人分享到嘅係呢個范強啊，靜安先生，大家來分享先生。主持人，親愛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呢個范強先生今日來到節目地度哦，今日係半夜版吼，所以半夜版一般來講，當然袂利用量嘅，食到啦，有啊，我水果有食到吼，咁個個東西有個餅啦有食到吼，大家會知道，因為你係氣狀強下嘅嘢嘅，大家會從啲團長嘅感覺，係要先生講係就會培養住嘛，哇，所以腸胃會顧哦，尤其係熱天。長高血，咁個天氣可能係有像炎熱傷氣吼，嘅冷嘅老虎啊，係啊，所以講吼，溫度又下降掉，我上次咪哪一天突然間溫度又下降，從來是安尼個啦吼，那種天氣天然的變，咁嘛，還蠻冷，哎呀，是七早八早是冷，我是講人個冷咁冷，吼，人個熱咁熱，我是七早八早是開始熱，所以你下吼。天然天氣的變咧，哦，溫室效應啊，也都好貴下整個氣候啊，貴下成變強咧。係，所以是係講像安樣嘅時節，腸胃嘅狀況睇啲會變咁樣。一般吼，咱講吼，安你當寒風咧吼，你啊二十變、二十汽水、二十涼水吼，變相打開嚟時就我袂行到來，時就賣到來吼，所以趁當方便，你按嚟清醒啦吼，對安尼胃腸嘅負擔嚟講啊吼，只有。減分沒有加分，只有傷害下多，即係冇對安尼胃腸嚟講，只有害處冇好處。係啊，安尼同幸福咧。所以你下老睇先生特別基本嘅吼，都按樣嘅細節吼，一般來講就你嘅腸胃嘅特別來注意，因為氣候嘅變化會直接影響到你腸胃嘅問題。所以先生基本上特別帶到你嘅加辣火類度兩片，從冇成通因，係講到脾胃兩勁，今日見入坑嚟。按講先講脾經藥啊，吼，佢對安尼太腳比太木酒了，腳木酒了，酸條了又話按幾下上來，吼，就都按慢慢上來，吼，你是按你脾經行路，吼，到了來，吼，慢慢行到一等背些又話行要卡啦下咧下背對了，到大包血了，還有邊邊側邊，你一是講叫按照脾經，按講胃經又話胃經，對了行下去又話吼。慢慢吼，第三隻嘅腳趾啊，些要話慢行路一路上來，吼行到了東岸了來，吼，直接一路上來，啲當特殊啊，吼行到了，要到了趕緊了，順條要話上來，吼到最角村，吼行到木柱下，吼，了到了跪下安，吼，所以講跪下要話行進入行下嘅要話吼，對安尼影響是講你生活中吼。食東西冇健康嗰些，影響嗰些，你講腳會酸軟痛冇？你講我膽固醇過高，好了，三甘油過高，你體點為什麼會過高？因為你食東西嘛，吼，食香油炸香多，吼，五臟六腑嚟計，然後講內臟食下多，然後係講頭類食下多，吼，飲食攝取失衡，冇健康，沒有平均，冇個均衡安尼吼，所以有些佢對安尼體點。按講痛風有啊，雖然講痛風來講係腎臟代謝有問題，對不對？代謝有問題冇咁錯，哦，但是你想到因為黏條來調到咧嘛，從落水落動態，消化唔下去是積得解咧，哦，到處積水，強下頭裡，你講食動到東西就話特別喜好某個東西食動到些，你講安尼痛風真的冬天食安尼講唔住啦，又話。
脚大拇指拳头开始肿起来。难怪，因为线上刚下特别用老太家的分享那2条披筋，所以从脚骨开始夯到当骨嘛。对。所以你讲，所以线上讲的，比如像痛风，从动动音开始痛风，也是很多人从脚趾开始发作。一般西医来讲，也没说哎，你问题还肾脏有啊哈，这普林的代谢有问题。但是你普林的摄取量过高是为什么？因为脾脏功能太好，血糖都因为你减糖豆类嘛。减糖豆类，哎，你讲开本小球啦，不卡有啊，哎，你已经就做肾上浮，哎，结果卖到1000头、2000头上浮，一头不卡，一头那穿上浮能解得开。你这个也同样道理啊，你某个物质吃太多，你必须氨基酸加6U啊，摄取是正常的，该没问题。但是糖多一些油啊，变成贵下创苦等进来该的东西，用摸到。好用不到，变成个废物用，穷用来投力是造成腐蛋啦，造成腐蛋铁豆感细节是一种性上讲诶，动到痛风感问题是出现了，是讲到你讲蜱啊、蜱虫啊形状，哎你讲绕按用改代谢是有问题的哈。因为热天来讲哈，按讲哈，中医的观念是讲哈，那。外阴6气，内阴7情。外阴外阴就风寒暑湿燥火，热天先要暑热，湿气下冲，因为落水下多，风菜啦，也系物解药啊吼，也讲梅雨季节，日如天然来湿下冲，安尼浸得该地位水地位呢，哎，当电影讲咧，伊冇感觉讲水的啊，因为那个冷气。手油啊，你也讲除湿机，人也可能把加桶来个水，你是相款，我安尼空都系空气中有啊，冻都系湿气，所以讲你湿气对安尼筋骨唯有养红，很点安上，今日讲啊湿啊变水啊再造啊紧灌水。有啊，热天个是些再汗啊，规罐变水有冇？哦，加变角哇！用任何伊感觉非常介好呢，这是对安尼胃肠会增加很大的负担。所以讲安尼讲分类来讲话，你也讲因为病因啦吼，动到又该分类，你叫咩看太低啦吼。是讲讲寒湿阻滞，安是一行来讲寒嘛个，是变水嘛，是变讲变动好些啦。身体变得很好换，系啊，因为你有一个，因为你湿变落去啊，你的胃肠。变老去啊，它血液循环速率降低，它整个的消化系统会天然会慢下来，骨下冲哦手啦，哎呦，做埋时间还冇手见的是病人的摆烂这样开玩笑啊，所以讲你吃东西会冲会会用讲会腹胀，会腹泻，好，你肠骨头是会腹泻嘛，你肠满那些就啊，好是讲容易有腹胀，但是寒湿阻滞，韩国来讲十字肠胃是讲暴饮暴食哦。你看，你动后面啊，你讲跳过药啊，风烟果这讲又干又好些，两咩？当你痛啊，都是吃到饱。对呀，好，那东西是从中接的该有啊，有很多坏习惯，用3C 产品那都哇，款天洗追剧、吃包包，NN，系啊，是创的应该款，系啊，这个还得是一点哈，还点说肠胃湿热，因为你摄取食物的习惯有啊，哈，你讲有变可乐给啉，哈，油炸嘅有啊，咁聽錯呀，一定是破解咗bom病嘅飲料啊。係啊，還有點是啊，燒烤。哦。你見見到大家是講培養個嘅習慣有啊，冇強調過按嚴重，但是你講嗬，你啊，唔講你下半夜大家都係培養。你看咩？50的人不怕排，你動到點都是有排咧，你動到點可以蓋有啊燒烤店，或者是點，所以講你的腸胃濕熱慢慢是按培養起來。哦。还点子啊？先天遗传有啦，基因的问题。好，还有讲基因的问题。还点是样呢？你长期的有啊，恶整你的肠胃，你3年5年就啊，你脾胃就虚弱了，所以你症状有啊，是全来嘞，牵扯到5脏6腑。全讲骨牌效应，它西台在讲的是5脏6腑是全挂的嘞，因为你想哈，脾胃为后天之本，肝肾为先天之本。你不会讲胃动和脾动和胃其实是连强下。这发生之主，这讲饮食的精微啊，水谷的精微运化又啊，从脾胃，你吸收了又啊，到心肺，然后转到5脏6腑去用，那不然你当上注于头部。
好，安尼头脑咯，你用那些不管讲氨基酸也好，或者是我们讲葡萄糖，好，安尼头脑会用的营养，像咱跪下对安尼胃内生产出来嘅，冇那种那些然后饮食手安尼个这肌肉里面呐，好，其他的脏腑里面的来用，但是都有一讲药动球，冇是那些人话大部分你看已青少啊。来马讲药都系怎么咯？你下是动脚啦，水都是有呢，佢因为忙碌又啊，哦，可能要过头一下天，后啲是下，有讲上班又啊，下班那些8点钟9点样食了又啊，追个剧熬夜熬到天亮，或者讲熬到11、2点、2点。真的很了解，你了下个剩饭的燃是就在追个剧嘛，然后又在我熬夜又冇睡饱。因为你阿人剩饭后太啲嘅个现实又啊，所以阿人，所以灭下来又啊，真是吼害死自家，好灭惨的家庭，是有坏处冇好处。所以其实范永先生讲吼，大家有一种感觉冇，就是讲中医观点其实是连来连去的。你大摆专门大摆讲到中医的世界，伊还会讲到两条筋，又会讲到两条筋，又会讲到胃，所以讲到脾，讲到肝，讲到绕，有冇全部连起哈？你冇话到讲，你是安样个东西是对嘛个胃唔好唔系？你胃唔好，脾唔好，见到有连到你个气唔好，连来连去贵。市场先生讲到部分的些可能会。贵注是白讲讲嘛，有安个感觉。你大摆讲气冇顺的时，伊还就头脑痛，伊还胃唔爽快，解下唔爽快吼。所以，在倒台安样个问题的时间，你创袂用起来顾，用起来是聊下，常常来讲。欢迎走在绕墙头，反正线上咧做节目地图哦，然后大家咧分享。大摆讲到中医嘅观点嘅世界，其实大家有只地图，有只理论是讲，该当到习惯，当到嘅系系连来连去嘅吼。所以其实要讲起来，当复杂。你想看啊，中医系按博大精深嘅东西，其实对唔系讲，一青菜是讲的，但是这种线上刚才讲到创胃嘅分类，太低系4类，可是绝对不止4类，没有这么的。按讲哈，脾胃系统，脾胃对吧？哈，脾脏哈重要性哦。我们中医讲哈叫脾统血，好，脾统血然后哈，它脾脏人家有点巨噬细胞，你看红血球啊哈，等于哈等于每无时无刻称为建构该有啊哈，把老旧的该红血球啊破坏，然后把这个叶酸啦、铁啦这样有哈。分类就用来受余，冇用来是经过肝脏代谢出来。所以讲你也血好快有啊，除了讲一下可以需要讲营养当重要，你肝来技能好，虽然讲当重要，心脉功能也当重要，但主要脾胃功能还那重要，因为你所有的营养落来有啊，你也讲吸收了好一些，都安尼五脏六腑用进来，还存到。骨髓，爱弟，以线上嘅意思係講脾經啊、胃經、脾胃挺出來骨頭，因為它很多供給，沒錯，你其他器官嘅應用嘅來源嘛，從某個性蟲動蟲啊、冠動蟲啦，我講脾胃冇骨頭，其他用因骨，所以按用嘅感覺。久落去已是緊大落，緊臭，是講越來越虛弱，冇煙氣，是按用因。不過簡單來講，當然脾胃自家胃蟲嘅感覺，自家會提明顯嘛，錯冇。不過現在還係昨天講，我們要怎麼樣來觀察一下，你看到一感應嘅世界都。五官就啲咧，看伊感應嘅倉位。患者落來些要啊，第一點啊，你看到目睭嘛，嘴唇啊，對不對？你看哈，皮開竅於口，哈，跟住嘴唇，哈，滑啦，哈，滑於唇，哈，這種看下嘴唇要啊，你嘴唇係講又血栓膜，血栓膜，然後脾胃系統有關係，因為脾胃就是表示你體液要啊，你貧血的，你。營養攝取有問題咧，好，你 B 群類啦、葉酸啦，也係乜嘅，好，全吸收有問題，造成你製造嘅紅血球嘅機能有啊，效率不彰，好，工商有啊，好，工人罷工也係材料冇啦，所以一下可能是講，患者一看，你嘴唇啊，嘴唇泡對，還有個你的水的攝取夠不夠？還有一種你的維生素也係講你也該電解質，講你鈉啦、鉀哩，拿唔拿？你充不充足？水分攝取夠不夠？你嘴唇皮會從燥、會裂、會乾，好，你還沒看還是啲講，因為脾胃系統然後上火。
哦，因为胃火下太啦，哦，然后脾胃火比较大，类似这样，有的还会严重到又话了肝有关系吧，要被口苦口臭啦，对啦，吼，还有人会燥啊、暗烧，吼，冻燥，啊，你等于唾液腺分泌有问题，吼，然后就从火下台，吼，咬牙呀了。咱过来是讲，去牵扯到木酒风中，然后讲你脾孔透了又啊暗，也系讲下有风，哈，风，先生讲的是俩两片风，无就按讲清清哦，伊赶紧看到都俩片风，系冇是俩片暗。啊，你讲一只哈，按酒糟鼻。哦，因为就那刚开始在连续看地图有看到酒糟鼻，佢只鼻孔风有啊哈，虽然讲吼，按讲。肺开窍于鼻啦，哈，鼻子哈，但是哈，跟美反应讲一样，胃用酒糟用，代表说你胃肠哈常喝酒，大量的充血，以外，你脾脏系统会把血液哦。像进到肺脏那些有啊动念嘛哈，因为热量很高，反射出来这个鼻是热，肺脏是热。因为啉酒又安尼就啉酒原因有啊哈，因为只要降浪啦哈，前头精气神涌现，全身都安。那个时候哦，啉酒在当下，对，没有错，身体发热，脾孔安丰厚那些有啊哈，是代表中你是肠胃可能是热。过热，好，按代表，还有鼻孔为弄为耳鸣哈，大家因为刚刚讲到肾脏有关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肾开窍于耳，那你刚刚讲嘛，你的营养好过剩或者不足的时候，你也肾脏功能全有影响到，好，因为开窍于耳来关系，按你讲耳朵里面有啊哈。平衡血液各方面呢，它里面的类淋巴液，然后系你脾胃吸东西应用供给过起来。所以整个来讲，不管是平衡为心也好，还是讲鼻孔为肉也好，哦，那全部也是跟肠胃有一点关系。没讲，然后头痛医头脚底痒，没讲那是肾脏也是可以肾脏药，你要看到肠胃系统有没有问题。所以根本伊到大家咧讲的，其实肠胃要顾好，肠胃冇顾好，连到其他嘅问题会慢慢会发生吼。你面色可能下到风，然后汪係啊，每個惡打散，好容易講係同樣啊，你食餓了以後啊，可能面色是汪，佢開始營養不良啊，你偏食啊，一看到底下小孩子偏食啊。所以有可能性上嘅世界會升到面色強烈咯，做唔得目妝，為最原始嘅容易做唔得目球。在口紅啊，總得吧？本身上，可是啲一般我會要求哦，女性患者有啊，還會白頭去講，你下度的款式有啊，先卸妝，素顏，你是末髮妝，一般做末髮妝來看款，為下標準咁樣地講你到底問題哈，又除了打盲以外，還有你表現你講以外，我看要有諸內行諸外，你五臟六腑用心表現有啊，你面色上有啊，分布為萎縮、肝心脾肺腎，可能又來會有蠻問題，就講。除了講脾胃這些，你講食酒雜、食療、食凍豆，別人講慢年嚟嘅調劑，就講啊，你也講今天熬夜，可能額頭比較多，排便不正常，可能下巴這邊，你講婦科有問題，可能這一邊比較多痘痘，所以講得關五官哈，可五官哈是地講伊可能到腸胃啦、肝膽啦，了都哈有問題，冇睇過伊生發嚟習慣特性。還講你嘅胃腸好唔好？你代謝又屙屎屙尿又方便，又痛頭嘛？還講不容易眼睛排有強力嘛？穿強用因為冬天時呢種你營養為減肥嘛，女生不是要愛美嗎？減肥營養不良的些就話，它月經量一定會減少。兩塊血塊嘛，某一個3、5年營養量，甚至月經不來都有可能。所以講你保養脾胃真的很緊張誒，都很緊張啊，腸胃嘅問題，就是安樣嘢。所以看反正性上嘅面，可能面色是非常好。性上沒有化妝嘅，性上邊還係素顏呢。我可能面，因為性上講會觀察面嘅五官啊、五官啊，雖然是健康性上嘅鼻孔啊、鼻翼啊、毛心啊、牙條，沒有青春痘，然後也沒有什麼暗黑啊、發瘋啊什麼的，所以可能是一個比較好的這個氣色，是安樣嘢。可能是冇準的，因為我哋係運動盤，所以冇準。不過，所以有前面來講啦，所以講，其實面色凍蟲擾，哈，大家做啲觀察呀，市場性上講，我們真的
有时候还是要照镜子，不是只是为了把重体观察一下自己有嘛个问题么？从微动从扰，不过讲到了身上师兄你讲诶，是动从扰嘛？因为佛门狗动都改心上，动都改心上讲，真的，你身体有嘛个问题，真的就是病从口入。冇错，心买东西就袂做身体反映出来，所以到底要大家来分享一下良补食材。热天来讲吼，特别讲吼，食了这个东西话吼，对安尼身体都有帮助。不过还一点，一定要讲吼，长夏来讲夏天养胃，吼，当然讲按热天气要食到两个毛。好，因为火热台嘛，像丝瓜啦，来讲煮菜，煮冬瓜啦，台湾瓜该有啊，吼，还个其他嘛个苦瓜咧都含两性就食材有啊，煮来食冇咁少，当然有帮助，含两补的，但是因为从骨头，就等于因为什么因吼，咩讲冷天咩嘅拍菜头有啊，菜头味太春，都好食，什么人最好食菜头。但是菜头吼，安尼中医嚟講話，白人虛法，容易啊食菜頭食強多有啊，佢話合，算破血好類啦，好會讓你等於氣血會比較衰敗的比較多一點點，所以對你的毛髮有啊哈，會比較不利，所以講拍頭那毛，也都頭那毛下會很嚴重。所以同理可證，用熱天有啊，用西瓜食下豆都有啊。因為西瓜凍都水啊，浪台嘅奧利毒。係啊，所以講你一定啲位話，講綠頭痛也好啦，風頭痛啦，利水，熱天嘅時候要水啉下豆的話，有利水，係芹菜啦，應講金針啦，綠茶咪亦好啦，你茶好比飲茶嘅烏龍茶也好，也比講嘅。其他咪係茶風啦，綠茶嚟講熱天嚟講下好，海帶法呀，因人而異哦。因為講甲狀腺，因為甲狀腺問題所以注意。但我覺得研究啊，食了從清淡，那周邊都叫患者有啊是佢吃凍清淡，給我減出來有啊，又是缺碘，又是缺鉀，又是缺鈉。他吃太清淡了，係冇？對，佢平常時食嘛，該做得食到很清淡。等下运动僵尸啊！那时候可以变一个饮食上又它反而不营养，对，太清淡，它反而冇运动、冇菌分，营养不足是安因的关系。所以讲你要建议你要对就话本台食，吼，两补诶，参考一下。两补该参考。咁头先生意思是讲啦，其實。你到你放起來的資料單元節目，其實少嘅非常多嘅食材，大家都會食嘛嘅。線上我感覺會很容易。其實除了針對你有身款，你個人有嘛嘅問題，你有沒有什麼慢性疾病，你自己有去平面安用嘅東西，還有我吃到不管喺房門來嘅線上，佢要建議嘅食材講到最尾，其實還是要適量。對，然後講到最尾，還是要跟大家的分享誰講，還是要吃當季。对，没錯。貴改食材係咪？比如你當季出什麼你就吃什麼，好，然後適量。不過線上唔只係分享安樣改食材，還有多多東西，然後大家都分享聊下，等下就再講。強度反攻線上啦，大家咧講下，腸胃好非常嘅重要，嗬，聽說會顧到，因為腸胃好，佢身體是好。當你咪講嘛，你腸胃顧得好，身體電都是會好，因為佢連帶問題貼到咧。上台節目你講到，食材嚟兩補，你一同到大家都分享嘅就當有意思哦，往世界食物。因為脾胃屬土。這個黃色的食物會補脾胃，所以用按七家門講過來。但是按講哈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那自然大自然，你係世界就話，你係鬼節物出，按來食物出來，是表示講你吃凍鏈嚟，凍鬼嚟嘅食材是最好。那是第一點。第二點咧，我建議講食姜嘛。阿媽講嘅，人食得3000姜，50上蓋簽作風。那是。你係嘛？你係講姜嘛？甜甜，你係順沙講鑼鼓煙語，係冇？你再講一遍，先生再講一遍。人食得3000姜，50上蓋簽作風。所以其實等於是50以前先生，你食姜嘛身體都健康啊！因為姜嘛，你係夏天就要熱天食嚟話要話，就要話。能夠防暑，能夠利濕、祛濕，還有食姜嘛落去啊，你的食欲會下好，因為還會想食東西。可這樣好嗎？這樣子會變肥啊？因為你食欲變好就一直吃東西。太啲熱天食肉啊，凍到有點水哦。天熱咧，食欲不好。冇食沒有食欲容易啊，凍產你就很水哦。
啉便水啊。哦，春雪便奶是紧管便水。小朋友摸食欲反而想喝冰饮料，甲汉那长，啊，是落冷又啊，你不像汉那冷，汉那冷带落去又啊，哦，你除了都就爱摸吼，还是讲，还是讲你是姜买落去又啊，你从冷带些又啊腹痛啦，也是讲拉肚子又止泻，又用姜买又啊，给浸水又啊，也讲温给姜买烫了些，也讲姜买很好处呢，又诶。湿便水是肠道，有什么运动好湿便水，月经来也是便水那些，缩脱，该月经唔会来，莫是痛经。真是啊，你姜嘛，你要冻到冻流汗有嘛？该红糖、姜汤又啊姜茶，啉落去，其实能够改善痛经的现象，还有月经的排的代谢量，因为风通又啊吼，冻到矿物质嘛，好也补血了掉，所以讲姜嘛好处的俩，韩国国内的糙米。哦，不过现场讲到姜妈两件事情吼，其实你客家人都好路该姜妈吼，一家路的哦，拢日本路的冇强，日本的不有像听听，你客家人路个姜妈，上赵新红因为是只薄妹，了真些你客家人无是像安永时当好做呗，因为佢系上姜，论姜一路的，对，咱嚟听一种系嘛，家己像线上些你讲姜妈。蛤蜊汤有冇？你讲来讲寒痛，比如那姜妈是，但种姜妈是直接是辣好，也是辣系做的。啊，线上有讲到嘛，姜妈茶啊做的，好，还有姜妈，只要入菜都可以直接这样子吃。姜妈有一个葱姜蒜，姜妈又啊，你讲煮了就又啊用姜妈去又按摩去腥，所以按用个姜妈性餐系有好处。冇要紧，成长创造的是的。所以上次到朋友了就是食盘那些话，我夹姜妈来食，见到个当奇怪，你怪人又怪人。客家菜有一路出来当有意思，大家听说的，炒猪葱。什么哈？猪葱炒姜妈是有冇？有的人夹猪葱去写时间，个姜是动台盘呢，你只有在夹个姜妈是来写，安用没做的。因为它还是生姜去炒的，所以对身体，所以两个讲农业天，线上所以让天强容来有，所以今年洗鬼是姜妈对动有好处。动好哇，哈，所以其实今每老大家的副影响读中医，反正线上来灌点来讲，是姜妈系好。你家讲到还有加系嘛？糙米，糙米咧讲系话有啊，因为当辈有啲胚芽关系有啊，冻到安尼 B 群类啊，也系嘛，有啊，冻到营养素，春得解淡呢。你讲糙米打胎有啊。胖米甜啊，是都是给增加你的血糖而已。好，事实讲吃糙米好处一定比单吃胖米好。因为你大白讲到胖米其实是精致白米，但用个胖米其实冻到个营养已经营养钠酯，你讲营养钠酯没有关系，因为淀粉，所以其实就因为强度个淀粉。两下人吼，因为营养关系，要是他们发现呢，透过研究啊，好像开始。川式旁米那些油啊，软脚，有的人头上因在成长那些油啊，有软脚的现象，所以就得落下年纪下多来干医生油啊，是动感，但是建议讲你转移油啊，煮糙米本身好食，实际软脚的现象是会改善，嘿，两点当铁树，不过因为你下用慢一般因为会讲好食是。好少食糙米，係因為糙米是佢哋感覺口感冇咁好，佢冇咁好食。不過其實糙米真是你大腸來煮飯時，其實也做得做糙米糜。係冇錯。然後佢哋其他像講石谷米啊，就按嚟顯示要啊，參強下來煮。是糙米糜就個幫姜嘛，可能房友先生嚟講，這是一個當好嘅組合。所以糙米嘅好處。不過當然啦，係你有啲因為講可能有乜嘅慢性疾病嘅問題啦，糙米當然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需求哦。不過我們這邊兩下來提到台高的分享，還是一般來講是糙米還是有這樣的好處。所以線上剛才講的黃色的食材量，做兩篇節目也啲到節目地度，我要特別到線上強下來分享一種東西，叫洗心痛。來起到洗心痛是一個非常新體嘅。除了哈洗心痛，用洗心痛來講哈。芡實蓮子，還有山藥咧都有啊，對人哋腸胃很有幫助。啊嘛，有利尿啊，利尿啊有啊，後樣講食胃飽肚啊有啊，咧都有啊，講痔瘡啊好，半夜下痛頭，半夜嘅增加，因為咧嘅按樣講纖維質又未下到掉，所以講你對健胃整腸嘅效果下有。做啲補氣嗎？補氣有唔到補氣冇咁強，但是呢種溫脾啦、溫胃啦，吼，然後就
健胃整肠它有那个效果。还有利湿，因为可以从茯苓油啊利水嘛，补肾一个淮山呐，好，虽然它是补脾，但是确实有补肾的效果。所以找信上讲洗心痛，仅是系只冻喉盖做咧讲汤品。对，那客家人哦，做咧讲洗心痛的客家人，还有人讲。还蛮不错的，还蛮不错，常常吃的。因为我冲水世界不好是不是煮洗心痛？对我来讲，我是起到那就是一种食物。可是我也慢慢太过后，糖心上用分享过后，长地讲，原来洗心痛佢有按喉盖功能，所以就等于咪洗心粉。眼中就等于咪就韓國店去拆解洗心粉，白頭眼粉哦，所以因為上些煮還係多麻煩嘛，因為大家已經都冇下都有，還做啲煮排骨啊、變煮蔥啊嘛嘅，所以叫當然基本起家係做到洗心粉，然後撈滾水係冇，變成洗心嘅飲料。對，就咁樣式。這是看個人的啦，看個人係冇，對，個人嘅習慣。基本上嚟講嘅話，你下。特別是啊，我以前是一直冇乜了解，特別是凍到胃所有啊，凍到痰了有啊，就專門買洗心痛來。地不都是冇買個洗心，只有痛那一點洗沖，他講你自家都冇下做洗心痛，直接痛一些洗心凍台灣。洗心痛你較容易啦，你去藥店如果擦靠白頭藥店，那擦起來是痛風片。煮啦，主要係煮，啊，用到米酒有啊，你講慢慢有啊，就到你熱天哟，除了講祛濕以外哈。慢慢都含冷天那些食油啊，又加到米酒油啊，食了除了對身體好，對腸胃又好，還點到下河水。下河水，下河水係麼？不過講到你係說大家是會講，其實你係欣賞建議嘅食嘅東西。不過除了欣賞建議食嘅東西，其實你講身體血糖咪當重要。然後繞牆反攻欣賞呢度節目地圖吼，血糖呢件事情絕對會講，因為欣賞都講到比上介好。你先來看腳骨嘅部分。湧泉穴、三陰交是了呀，嘅腳木柱了當背有啊哈。是內側，性上是腳骨幹內側，對不對？內側有啊哈，然後你容易手指有啊，時只手指哈，然後咩個骨頭酸後背往後有啊，骨頭後背該擔呢。關鍵是是到你肚臍有啊哈。上唇，因為肚臍下，肚臍下上唇，差不多有叫一個手掌有啊，4個指頭寬，好，兩每張。所以係講青銅愛肚臍度兩片，所以你不用到細肌度兩片。對。所以四指下面那根有一隻血頭，關元。這個血頭對腸胃。對腸胃，都可以多按揉，尤其講呢個關元穴有啊哈，莫講用硬鉗啦哈，你手要攞小有啊哈，按。捂着它，你對痛經也好或排便，你講係啊，嘔力都啊，都不錯，胃脹、對，都有幫助，都有幫助。所以係講，咁樣了解，怎麼好像效法冇幾兩個世界，小嘅咧，不過好叫效法，是用先生講，咩東西肚臍表下洗肌兩片，佢在血頭，就利用拇指。也可以啊，就是按壓，但你剛才有講，像湧泉啦、三陰交，用拇指去按壓。除了按壓以外，是講關元穴是比較特殊，那種攞小油啊來按壓、按鉗油啊。還點是講吼，因為講其實用足三里來講法吼，其實用4個手指。這是另外一個穴頭嘞。你是講腳臂油啊、按壓腳油啊、小腿油啊，該挑選骨頭酸啊，時時啲對啲舌頭下，差不多4個指符，按鉗。鉗了因為酸痛還是冇咁錯，還有內關穴有啊哈，是3個手指，沒4個手指哦，是3個手指，3個手指才正確。合谷穴法有啊，是啲有啊，手合有一些有啊，啲下弓有一啲碰啲酸頭田。好簡單哦，這個很，因為性上功，你只要手指按用你合起來碰起來的地方，你下扎穴頭。粘落去會動痛有啊，動刺激啊，開始粘到出嚟。很刺激。所以現在合谷穴我問最每一個問題，簡單講，所以佢對腸胃有關，佢其他嘅對其他嘅。佢大腸經啊，大腸經，太衝經啊，一家嘅穴道，很重要的穴道。所以腸胃係講感覺消化不良嘅時候做啲輕輕嘅。對，沒錯。哇，太棒了，好貼讚咧！鄉親們強榮哦，希望大家基本強榮手無動到，非常感謝反共現場隊嘅節目地圖，是夢怡。祝大家。聽你下來做認同了哦。